大齋期默想系列第20天，3月27日，題目：信心之父。若講到學習信心，唔可以唔提亞伯蘭，佢被尊為信心之父。讓我哋從佢嘅故事中，使我哋能夠吸取無盡嘅智慧。亞伯蘭被視為以色列嘅先祖。佢嘅家族來自吾珥，大概喺今日嘅伊拉克一帶。傳說佢父親他拉係一位祭司，亦係偶像製造者。細個嘅時候，亞伯蘭經常困惑地問父親：製造呢啲偶像究竟有咩意義呢？有一日，他拉喺外面返嚟，見到屋內嘅偶像全部都被打爛。唯獨一尊最大嘅神像安然無恙。他拉驚怒交加，大聲問：邊個做嘅？亞伯蘭喺房裏面走出嚟，指住僅存嘅神像，話係佢打碎咗其他嘅偶像。爸爸好嬲咁話：仔仔，呢個只係一個泥偶，佢咩都唔係啊！亞伯蘭從容不迫咁回答：爸爸，既然係咁，點解仲要整呢啲偶像俾人膜拜呢？呢段傳說展示咗亞伯蘭對信仰嘅堅定。從幼年起，佢便深信不疑地擁抱着對真神嘅敬仰。亞伯蘭的妻子名叫撒萊，撒萊不生育，沒有孩子。創世記第11章第29至30節。簡短嘅一句經文，揭示咗一段亞伯蘭不生輩父嘅痛楚。對古代近東文化嘅人嚟講，無子嘅家庭猶如被神明遺棄，無法生育被視為莫大嘅羞辱。亞伯蘭呢個名字意思為榮耀嘅父，然而妻子撒萊卻未能為佢生兒育女。每當聽見人呼喚佢嘅名字時，都會心如刀割，嗰份切膚之痛深入骨髓。亞伯蘭喺年輕時便選擇了上主，成年後面對咁樣長年無解嘅困境，佢始終未曾動搖信仰。縱然歲月流逝，佢依然堅守着呢份初始嘅信念。正因為咁，喺佢不斷嘅試煉與等待中，佢贏得信心之父呢個稱號。呢個唔單單因為佢曾經信靠，而係喺重重困難之中，佢依然緊緊倚賴上主，不曾退縮。反思與禱告。第一，亞伯蘭生長於拜偶像嘅社群，作為偶像製造商之子，佢能認識到呢種文化嘅虛妄，並勇敢揭示其荒謬，絕非易事。今日我哋身處物質至上嘅社會，應當點樣回應咁樣嘅挑戰呢？第二，當亞伯蘭年過99，仍無子嗣時，佢依然選擇信靠，而非怨懟。若我哋面對類似嘅試煉，會以邊種心態回應呢？第三，而家讓我哋嚟到主前，向佢禱告。主啊，願我如同亞伯蘭一般，持守起初對你嘅愛心，明白憑己力無法達成，唯有依賴你嘅恩典與力量。你係我嘅倚靠，我嘅力量。阿門。